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伫遮拢真平安，但是顶礼拜发生这八仙乐园这爆炸事件中间，真侪人无平安。伫这事件中间，就将近500几个人受伤，还佫有2位少年人的性命，因为即款事件中间离开世间。我相信，当在受苦这兄弟姊妹，需要咱搁较侪为因来祈祷。迄款的疼，听讲比生囝赢过10倍、15倍以上。所以家属，若是你的囝儿拄着即款的困难，毋知你的心内底是偌尼痛、偌尼疼。面对这个复健的过程中间，即种的过程是真困难，是一个过程，嘛毋是真简单。毋是念伊就会当一定医好，可能是一个拖磨。咱的生命中间，有当时嘛会拄着即款的困难。拄啊，手台约伯记的经文中间，约伯嘛接受即款的挑战，真大的苦难临到伊，互伊制裁袂掉。你若有时间去看约伯记第1章的所在，伊的灾难是愈来愈大。拄开始，伊的财产无去，伊的羊仔、这精生，毋是互人抢去，天顶降火将这拢烧掉。伊的老婆嘛走无离。咱看第2波，圣经伫遐写话还袂讲煞，另外一个老婆来报一个消息，就是伊后生查某囝，一阵大风对旷野吹过来，厝倒，伊的3个查某囝，7个后生，马上离开这个世间。话还袂讲煞，这个代志不断临到约伯的生命中间。若是你咧，可能即个灾难中间嘛是共款，有真侪人，这个家属受苦的人。伊听到这个歹的消息，一波一波临到因的生命中间，互火烧，过来咧，身体搁较害，有其他的病症来发生，甚至离开这个世间。咱看到报纸，咱拢知影这个状况。约伯嘛是共款，伊听到这个消息，话还袂讲煞，老婆还袂讲了，另外一波的灾难搁临到。换即句话来讲，对囝仔角度来看，伊是财产无去，公司无去，破产。伊下骹手的人拢离开，伊的亲人、伊查某囝后生嘛离开这个世间。接煞咧，阁是伊家己的身体健康的问题。约伯记伫遐描写讲，伊对骹底到头壳顶拢生只毒疮。即款的皮肤的病，即款的病真疼，那亲像一个太古病共款，手震起来，骹震起来，身躯乌乌，非常疼。圣经记载，约伯用物件来病伊的身躯，足痒，阁足疼，挡袂掉。若是你的生命，若拄着即款的困难，毋知你要怎样来面对？咱看到约伯的人生，伊拄着困难的时，拄开始伊无埋怨上帝，但是咧，伊需要其他人的支持甲帮助。真奇妙，伊的朋友3个朋友听到即款的消息的时，就相招要来去探访约伯。咱看咱的台湾即摆发生即摆事件嘛是共款。咱头一项就是真重，就是陪伴这忧伤的人度过生命难关。咱来陪伴这受哀伤的人度过生命难关。约伯3个朋友，就是来到约伯生命中间陪伴伊，一句话拢无讲，三日三暝的中间。我相信伫这个灾难的中间，咱会当做甚物？
我相信有人开始捐钱，社会人士嘛捐这钱来帮助即群有需要的人，捐这药物来帮助病院的需要，这拢真好。但是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需要陪伴因的性命度过即款的难关。教会有敲电话问这淡水马偕病院讲，会当做甚物来帮助呢？病院回应讲：请恁教会，恁敢毋是盲朋友吗？盲朋友基金会这慈善基金会会当斗骹手，派这盲朋友来做掠人的工课。伫掠人的中间，互伊身体得到恢复，互因即款的艰苦的身体力会当恢复，嘛帮助这医疗人员透过掠人放松伊心压力。所以伫这过程中间，教会真济教会嘛结连做伙，就是差派这福音队唱诗歌，安慰帮助迄群有需要的人。这拢是教会会当做的，甚至有这专业人员，这协谈的人会当到伫生命中间，甲因讲话，甲因鼓励，扶持帮助。咱看到约伯三个朋友，就是来陪伴约伯7天7暝中间无讲话，就是甲伊徛坐做伙，陪伴伊度过人生的困难。其实这约伯三个朋友，远远看到约伯认袂出来呢，因为皮肤拢烂去。那亲像咱这基督徒去探访的时，看到这病患者，伊的家属嘛认袂出来，因互火烧地到认袂出来，心内底极其艰苦、哀伤、痛苦。我相信教会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做甚物？就是为着因带到，诚做因生命中间的帮助者，陪伊行人生即款痛苦的坎站。人会当讲甚物呢？对犹太人来讲，这非常痛苦的代志。若对方无讲话，你就袂当讲。对个文化来讲，当人极其忧伤的中间，伊若无出声，你袂当讲话。这三个朋友，啥物拢无讲。若是换做咱的社会，这人拄到这么大的灾难，你若无讲啥物话来安慰伊呢？我两三句来甲帮忙啊！那应该讲啥物物件来帮助？其实你会当讲啥？你会当讲，我会当体会你的艰苦吗？嘛无法度啊！你会当体会伊的痛苦吗？咱讲袂出嘴啊，因为咱无即款的经验嘛。人的心理往往去帮助别人，但是咱用人的思想要来甲人鼓励，真困难。约伯记30章25节所在，人遇到困难灾难时，咱敢无甲伊做伙提靠嘛？咱就是爱甲欢喜的人同欢喜，甲哀伤的人同哀伤。教会会当做的就是派这福音队，组这福音队、探访的队来去到伫这病患伫听候，这家属伫听候要看因的细囝的时，咱会当伫遐为着因祈祷，唱诗歌，透过诗歌来安慰因的心，来帮因陪伴。咱知影马偕病院嘛做真好的处理，马偕病院社会这福利的这办公室嘛派22位社工来陪伴这受难的家属，甲这受害者。这22个社工是占这社工办公室是2/3的人数。因到伫这家属的生命中间陪伴因，用因来协谈帮助伊，结连这社会资源来斗骹手。病院嘛准备这录影，还是讲录音，将这家属的声音会当传到这患者，伊伫病床的中间会当听到亲人的声音，诚做因的鼓励。病院做了真好的工，因伫遐录影，将这声音放伫因这
病床的边仔，互因听到，鼓励因，帮助因。亲人的陪伴是真重要，这是咱教会也是讲这病医会当做的事工。我听讲，甚至这马凯病医，这关怀师、关怀的义工来陪伴因，有一个中心伫迄个所在，就是中昼顿、暗顿提供因的需要，来替因办一寡代志，来安慰因，加做因的支持，就是陪伴，就是鼓励，就是关心，就是带导。约伯3个朋友，拄仔开始所做工就是安尼啊，做啊真好，陪伴这个受害者，甲因徛做伙。但是咧，你要知影，每一个人拢会当诚做义工吗？约伯3个朋友拄仔开始做甲真好的工，但是咧，煞尾因陪伴约伯。啊！你今日拄到即款的灾难，一定是你得罪上帝犯罪啊！其实拄开始约伯3个朋友，伊做这真好的陪伴，工课真好，但是伫讲话中间，却是照着家己想法来安慰患者，甚至陪伴。那经过训练的下单者应该袂安尼啊！那经过训练的义工嘛袂安尼。真正愿望咱在教会一天有一个下单中心，咱其实平常时咱就要接受装备训练，透过即款的下单的训练，知影要怎样陪伴这失丧的人、艰苦的人。毋是讲代志发生了，咱招这义工去斗相共，但是你若讲毋对话时，这个人是第2摆的伤害啊！你知影约伯心内底神经艰苦。直到毋知要讲啥，伊咒诅家己出世，咒诅伊的人生啊！伊的太太伫遐骂，你阁相信你的上帝吗？但是咧，你知影约伯3个朋友讲啥？你已经是犯罪得罪上帝，伊讲我无犯什么罪啊！若是咱教会有一个下单中心，普通时咱就训练咱的会友。咱的人生不只是有这复杂事件，咱人生有无共款的八仙路远的事件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，敢毋是？但是有甚物人来陪伴伊，来经过人生的困难，讲这适当的话来帮咱支持。你若无经过训练，咱就亲像约伯的朋友共款，去甲人探讨的是陪伴别人。毋是用上帝话来安慰人。我相信咱的教会会当做真好、真水的工。所以病医嘛有要求，你是来参加这义工的训练了后，才参与第一线的服侍，这真重要。无可能无经过训练就投入即款的义工的服侍，陪伴真好，唱诗歌真好，安慰别人真好，但是爱经过训练。第2项，咱来为着所谓这家属、患者、医疗人员来代祷。其实，伫这事件发生了后，伫现场就马街病医，去诊室的这护士伫迄个现场啊。后一张 ，next one。伫这现场中间，嘛有这医疗人员啊。其实，因讲灾难发生的时，因8点几分的时就开始发生这个事件，就伫遐斗相共、斗处理。清拖就毋知等去倒位，身躯嘛有一寡病痛，但是因就讲，我愿意去帮助迄群有需要的人，陪伴这患者送去病了后，佮投入伫病医救灾的这急诊室的中间去斗骹手，一直到无闲到半暝，真侪这医生、护理人员。不断地加班，困眠无够，但是心内愿意，甘心乐意。甚至有这护士，有新的护士，腰真酸真痛，伊讲你当倒去休困。但是伊讲，看到即群人的需要，我愿意。嘛有这护理人员，伊的妈妈需要照顾，伊暂时放落照顾妈妈的责任，讲。我的妈妈交别人处理，这时我应该投入伫急诊室的所在来斗骹手啊！
真侪医生、护理人员，伊身体毋是铁拍的，需要咱的祈祷。祈祷的气力是真大。当阮遮基督徒为着即群人祈祷时，上帝手持气力、聪明智慧来帮助即群医疗的人员。那是面对遮的家属咧，遮受害者，咱更较需要为着因来祈祷。有当时第一线在发生这代，拄开始发生这代志时，这家属无得接受。哪有可能是我的细囝、我的查某囝？伊有美好的未来，伊有美好的将来啊！大家拄着即款代志，伊感觉伊的后生查某囝无未来，人生是黑暗的。咱需要为着即群人来祈祷，互因伫痛苦的中间看到上帝的愿望。有当时，因将伊的情绪放伫这护理人员的生命中间，真生气、愤慨，感觉伊被伊无处理真好。咱会当了解伊的心理，咱来不断的为着即群人来祈祷、帮赞。祈祷是大有功效的。这不在伫伊是基督徒，也是毋是，这是关乎伫上帝听甲稳定啊。即群人侪人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需要咱的代祷。咱来用上帝眼光、上帝听来看待。所以，伫咱厝内底，你每一工，你等招你的亲人、你家族每一个人做伙，你厝内嘛好。你教会嘛好，就是不断为着这医疗人员、家属、受害者来祈祷。顶礼拜拜五早起按下祈祷会，咱教会拢做伙同心祈祷。牧师嘛伫网络顶头提起大家做伙来祈祷。这是咱基督徒迫切爱做的代志。社会人士无信耶稣的人，伊无会做即款的代志。但是咱信主耶稣的人，咱不只是捐钱，咱不只是陪伴，上界重要就是爱祈祷。为着即群人的生命会需要祈祷，为着因的人命、因的身体健康来祈祷。其实伫即群名单内底，咱来看咱长老教会兄弟姊妹嘛，伫这中间啊，有这个百万中会、台亚中会。新德中会，阁其他中会、其他教会兄弟姊妹，嘛在伫这名单的中间啊。咱的同胞、咱的教会肢体，嘛伫这名单的中间。咱更较爱拍拼，用咱的时间为着即群人来代祷。可能上帝无呼召你到第一线去陪伴因做伙。但是上帝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兴起代祷，随时祈祷。你看到报纸，毋通伫遐埋怨，伫遐怨叹，咱爱祈祷。咱看到即个事件发生了后的困难，咱爱祈祷，毋是伫遐泪骂，毋是伫遐怨叹，就要兴起，举起咱祈祷的手，来为即群人来代祷。第三项。咱用爱靠的人家属来做见证。来这边 ，this one， 下一张，对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咱看这是 Selina， 然后这是 SHE 的艺人哦。咱看伊过去互火烧了后，事件发生的时，伊有一个还未信主的小妹。这还未信主的小妹，走去礼拜堂伫遐，教会兄弟姊妹就做伙甲伊同心祈祷。伊讲：“哎，我虽然毋是基督徒，但是我的阿姊也拄着即款的问题，我走去礼拜堂，甲这基督徒做伙同心祈祷。伊走转去病院了后，甲这个Selina通电话，伊讲：感谢。”我昨暗时困甲真正无好，但是早起来换药啊，食物件拢真有胃口。伊讲：阿姊啊，你敢知影？早起我去教会
做伙同心祈祷啊。虽然伊无信耶稣，但是伊祈祷恳求这上帝伊伫头旁帮咱。煞尾伊嘛信耶稣，诚做基督徒啊。咱都知影一个秦伟，下一张，秦伟17当进前伊互火烧着，其实原底伊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但是离开上帝，做真侪无合上帝心意的代志。但是伫即个事件发生了后，伊就愿意投入帮助其他的家属，伊后来恢复真紧。为什么伊恢复真紧？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孙悦叔叔，逐工走去北村的所在为祈祷，陪伴伊。所以当这秦伟伊恢复了后，浴火重生啊，来见证上帝权柄。搁一摆转来教会，搁一摆悔改，转来教会。帮助遐其他有需要的人，伊可能从来毋捌想过17当了后发生这么大的事件。我相信伊有即款的安慰别人迄款的经验，伊会当讲一句话讲：你的艰苦，我亲身体会。咱无人敢讲啊，咱在场无人敢讲，伊会当讲。你的艰苦是我会当体会到，但是伊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爱听医生的话，当然爱有一个安慰。我看伊 Facebook 顶头嘛，安慰真侪家属，甚至伊写这祈祷书，或者每一个家属会当照着这祈祷书来祈祷，也诚做因的帮助啊。所以第三项真重要，咱另外一张咱会这哀伤的家属病患来做见证。这秦伟本身伊互火烧过，伊目睭啊顶头因有这所谓的隐形眼镜，所以迄当阵火烧的中间，伊的隐形眼镜的原因，所以看袂到诶。伊主要时间看袂到，皮肤这身体恢复的过程，孙悦陪伴伊，为伊祈祷。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孙悦毋是只有为祈祷尔定，陪伴伊尔定，是将上帝真理稳定甲伊分享。一个人的生命会当改变，可能咱的肉体会当恢复。但是你的心灵、你的灵魂呢？人的身体为什么会当勇健起来？人讲喜乐的心是良药，敢毋是？人的心为什么会当喜乐？伫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你怎样会当喜乐起来？那是毋是上帝听问题临到一个人是无可能？对约伯生命中间来讲，伊若无拄到上帝。伊无法度转变，伊是拄到主上帝了后，伊才知影上帝你遮尔伟大，是我无法度想象。上帝嘛，甲伊对话，上帝搁一摆医治伊，帮助伊，约伯拄到上帝了，伊生命才完全改变啊！伊才完全得到医治，得到头帮啊！当咱兄弟姊妹。咱代表主耶稣来到这群人的生命中间，见证主耶稣的名，特别爱为着第一线这义工，尤其是这基督徒义工，有过去甲因同款这款痛苦的人，来到这群人需要人兄弟姊妹中间，甲因总讲见证，讲的人生要怎样度过这款的困难，我真感动啊！这秦伟伊招这基督徒艺人做伙去宋达明、宋义民，捌来过咱教会嘛？伊招这孙悦、宋义民、宋达明这基督徒去探访。你若有需要，我祈祷，我随时会当，无论伫倒一间病院，伫倒落，我都愿意去。
伊有过去有即款的经验嘛，即款的痛苦，伊愿意去服侍。但是即群人去服侍，不只是为着人祈祷，我相信因自然将主耶稣恩典福音带到因的生命中间啊。咱参就孙悦当中所做的，真自然将上帝听，透过这陪伴，透过分享上帝恩典甲听，分享主耶稣的恩典甲听，因主耶稣被拍，互你得到医治；因主耶稣的牺牲，互你得到平安。我相信这是家属非常需要的真理甲恩典啊！那即群基督徒的演艺人员，伊去帮助鼓励因，那就代表主耶稣来到因的生命中间。其实，在座咱兄弟姊妹，咱不只是伫这八仙罗园爆炸事件了后，才体会即款物件。当咱教会，咱的会友中间有人有困难，还是讲这无道友有困难，还是讲咱的这兄弟姊妹、这无信主的朋友，当伊遇到困难时，咱会当陪伴因，咱会当甲伊分享主耶稣恩典甲听，真自然带因伫福音信仰的看展，互因当甘做伙来敬拜，国活国真的上帝。煞尾无需要讲一个见证，所以最后一个，这南台北的故事大家拢知。南台北医生伫1928年的中间，一古早来到台湾，诚做一个医生。迄当阵发生一个代志，有一个国小5年的这小朋友叫周金耀，伊来到南医生馆，伊的爸母带伊来，想要来帮助伊的皮肤的问题。伊的皮肤烂去，无得到医好。南医生看了真毋甘啊！先师娘逐工走伫这周金耀的病床边仔为祈祷，伫遐开讲。有一天，南医生看到册顶头有写，会当用皮肤移植即款的手术来帮助。但是要做即款的手术无简单啊！迄个时代，想要关这皮肤啊，南医生甲医生娘参详，南医生娘讲：“我愿意。”你看即把刀顶头，这边是为着这周金耀小朋友来做医治的工作，另外一边是为着医生娘挂伊骹腿的皮来补。周金耀小朋友对安尼，伊讲医生娘，你可能是讲算笑的啦，但是毋是呢。对一个外国人愿意牺牲，挂伊的皮，补伫一个台湾囡仔的生命中间。这囡仔嘛，诚做一个牧师，好的牧师来宣扬上帝恩典啊！这就是咱来到哀哭人的家属甲悲欢中间来做主的见证，互咱当体会上帝恩典上介好的说明啊！咱会当做啥？我相信今日咱来奉献，为着这受害者伊未来所需要的。请为伊嘛招一我基督徒艺人，因看较真远啊！伊讲复健的过程中间，可能几年了后，因会当开始做工课，什么人要甲因聘请，是要来用即群人来做工课咧？伊招这个企业家讲，咱来替因想办法。伊看真远，不只是伊的皮肤会当得到医好，伊的未来的工课嘛替因帮助协助伫这中间。那男医生呢？我相信
伊比台湾人搁较疼台湾人。伊夫妇所做的见证，这切肤之爱的故事，我相信咱可能毋免切肤啊，但是咱爱互咱的心，互上帝来使用，做伙来同心祈祷。恩典里面的阿爸爸上帝，主，我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为着即群人的需要来代祷。伫北仙路园伫爆炸的事件中间，有济济家庭伫哀惨、艰苦、失望的中间，但是阿爸爸上帝啊，恳求你医治的灵临到因每一个人，你信心安慰因的心。你在无可能的中间体会到上帝你的神业奇事，透过即群医疗人员，透过即群义工，将上帝恩典甲疼带到因的生命中间。上帝啊，你话语是大有功效的。当我们要探访的时，要唱诗歌来到因的生命中间，你都要甲阮同在，甲阮伫地。透过你的话来安慰扶持帮助，毋是咱的言语会当到帮助，是你的话诚做因灰心失望中间会当轻掉的。恳求上帝你怜悯帮助，互咱的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有心投入伫这事工，照着阮的恩赐，照着这病因的需要。来完成主你水果美好的工，主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告主耶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